映是寒冬的凜冽，早已不是喧納人茶餘飯後的談資，它化作了一場持久的無聲的雪，落在每一個從業者的肩頭。劇組開機率斷崖式下跌，投資方唔僅剪袋反覆斟酌，橫店的街道不再有往日穿梭不絕的揮服群演，就連昔日熱鬧的行業論壇，如今也瀰漫着一股揮之不去的焦慮與觀望。苦多演運，無論主角船是配角，都在經歷着職業生涯中最漫長的一次等。這種等待不同於以往選角時的斟酌，它是一種懸而未決的飄泊感，是對下一份工作不確定的恐慌。有人數月收不到一個合適的劇本，有人被迫降低身價去爭取原本不屑一顧的角色，更有甚者，在漫長的空窗期裡開始懷疑自己當初孤注一擲投身這行的意義。行業的齒輪仿佛突然卡毒，每一次轉動都伴隨着刺耳的摩擦聲，而這種壓力正均匀地碾壓過每一個層級。然而，就在這片愁雲慘淡之中，總有一些例外像暗夜裡的星火，格外引人注目。當大多數人船在為下半年的生計發愁，為置之不到的盡早通知念轉難眠時，關於肖戰的消息卻像一股瘟疫的洋流，悄然匯入了這片冰冷的海域。業內流傳的不再僅僅是某部大製作又各煎的呸消息，偶爾攫夾雜着一兩句帶着驚嘆的耳語，那位炙手可熱的演運檔期似乎已經被密密麻麻的項目填滿，延伸到了後年。這並非空穴來風的炒作，而是基於他過往穩紮穩打的步伐與行業對他商業價值、專業素養雙重信任的必然結果。在別人眼中高不可攀的寒冬生存法則，於他而言，似乎只是需要調整工作節奏的尋常四季。於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形成了：一邊是普遍性的資源枯竭如心態失衡，另一邊卻是他緊鑼密鼓、從容有序的未來藍圖。這種鮮明的對比，不經意間就將肖戰推到了一個既特殊又容易被審視的位置。人們開始好奇，他憑什麼能夠抵禦這陣寒潮？又或者說，在這份看似順遂的排期背後，究竟藏着怎樣不為人知的邏輯與代價？倘若我們試着撥開娛樂圈浮華的數據迷霧，去窺探那份排到後年的日程表，會發現它絕非僅僅是商業合約的簡單堆砌，那更像是一張精密編織的網，每一根絲線都牽連着對劇本近乎苛刻的思算，對團隊協作深度的考量，以及對自己表演邊界不斷試探的野心。肖戰選擇的揮路，在近2年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去書的化傾向。他不再滿足於那些輕易就能討巧、憑借外形與基礎演技就能駕馭的角色，轉而投身於更具複雜性，甚至帶有一定人性灰度與時代厚度的項目中。有籌備期長達2年的歷史正劇，導演是出了名的慢工出細活，對每一幀畫面的光影構圖都要求極致，對演運的台詞功底與形體儀態更是有着學院派般的嚴苛，也有改編自嚴肅文學的現實主義作品，講述大時代變遷下小人物命運的沉浮，那種需要衝眼神裡透出歲月滄桑感的表演，對於一個非科班出身的演員來說，無異於一場脫胎換骨的修行。這些項目之所以願意提前鎖定他的檔期，甚至不惜調整自身籌備進度來配合他，看中的絕不僅僅是流量帶來的短期熱度，更是他在過往幾部作品中展現出的驚人可塑性與那種肯把骨頭打碎了重組的敬業精神。在片場流傳出的只言片語中，經常能聽到關於他如何反覆與導演參執一個微表情的合理性，如何在收工後依然對着鏡子練習第二天的重頭戲直到深夜。這種把偶像身份剝離得乾乾淨淨的專注，讓那些原本帶着審視目光的老戲骨與資深幕後逐漸轉變了態度。於是，這種雙向的信任與需要，構成了他檔期密不透風的基石。但凡事皆有代價，悶悶當當的排期意味着幾乎被剝奪殆盡的生活空間。當別人在焦慮中偶爾還能偷得浮生半日間，他卻像一隻被上了佛跳的陀螺，在劇組、宣傳、商務活動之間高速旋轉，甚至連生病都成了一種奢侈。這份令人羨慕的忙碌，實則是由無數個睡眠不足的凌晨、高壓下的情緒緊繃，以及被迫放棄的個人愛好所致換嚟的。
所以他獲得的不僅是抵抗寒冬的資本，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需要靠燃燒生命力去支撐的責任。而更為微妙且值得玩味的是，他在這股忙到飛起的節奏中，卻始終沒有切斷另一條線——公益。這絕非是團聚為了擁持形象而偶爾為之的作秀，翻閱相關的記錄便能發現，這條線幾乎貫穿了他成名的始終，並且在寒冬期間不僅未有中斷，反而以一種更加低調、更具系統性、更側重於解決實際困難的方式在延續。當一些明星因為收入銳減而縮減了公益預算，或者將公益行為簡化為線上的轉發聲援時，肖戰名下的公益項目卻在向更偏遠、更不易被看見的角落延伸。從為沙鷗學校修建圖書館、捐贈御寒物資，到聯合專業機構開展鉗對罕見病人童的醫療援助，再到疫情期間持續向社歐孤寡老人提供生活物資包，這些行動很少主動購買熱搜，往往是在受助方的感謝信或者偶然的路透中才被外界捕捉到一絲痕跡。這種無聲的堅持，在喧囂浮躁的行業氛圍裡顯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笨拙。要知道，在影視寒冬的大背景下，擁持團隊運營、承擔經紀公司的分成、應對日常高昂的造型與宣傳開支，已經是一筆不菲的費用。而他將相當一部分個人收入持續注入公益池子，這種不計回報的付出，其背後的動機逐漸引發了外界更深層次的猜想。有人解讀為這是他對社區給予的巨大名望所做出的感恩式回饋。畢竟他從一個素人設計師走到萬人矚目的聚光燈下，深知機遇的偶然如珍貴，因此更願意將這份幸運分散給那些真正需要光亮的人。也有人認為這是他身處高壓娛樂圈的一種自我救贖與心理平衡機制。當外界的讚美與詆毀交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時，投身於純粹利他的公益事業，能幫助他找回作為普通人的真實觸感與價值錨點。無論出於何種緣由，這種將商業價值與人民關懷平衡不悖的經營方式，無疑讓他在資本方眼中的形象更加立體且安全。畢竟，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投資環境裡，一個既有穩定產出能力，又具備良好公眾形象與社區責任感的藝人，無異於一支抗風險能力極強的績優股。投資方願意把寶押在他身上，不僅是因為他能帶來票房與收視率的保障，更是因為他身上那股正能量的底色，能夠為項目本身規避掉許多不必要的輿論風險。於是，公益在這裡悄然形成了一個閉環，他消耗了金錢與精力，卻反哺了口碑與信任，進而為他爭取到了更多優質資源的入場券，而這些資源帶來的回報，又足以支撐他繼續在公益這條路上走得更遠、更穩。這也苦並不是一份精於算計的商業藍圖，更像是一種基於本能的價值觀勾動下的順勢而為。只是在寒冬的映襯下，這份順勢而為顯得格外具有韌性。當然，圍繞在這份繁忙與善意背後的，並非只有鮮花與掌聲。輿論場對於肖戰現象的分野，恰恰是影視寒冬焦慮情緒的另類投射。一部分人將他的成功視為努力中有回報的勵志範本，用他的日程表來鞭策自己行業的低迷不過是洗牌期的陣痛。真正有實力的人永遠不會被埋沒，而另一部分人則帶着放大鏡審視他公益行為的每一個細節，試圖找出哪怕一絲一毫的功利痕跡，或者對他排到後年的檔期表示質疑，認為在整體行業不景氣的大前提下，這種資源的過度集中恰恰反映了市場分配機制的失衡與不公。這些聲音在社交媒體上碰撞、發酵，有時甚至會演變成脫離事實本身的情緒化攻擊。但有趣的是，肖戰本人及其團隊對於這些喧囂似乎採取了一種近乎失聰的態度。他們既不急於澄清每一個不實的取測，也不刻意渲染自己的忙碌如善舉例博取同情或讚美。這種定力，在信息如洪流般衝來的時代，反而成為了一種稀缺的品質。或苦對於真正深耕於此的行者而言，外界的定義遠未有納心的秩序重要。他知道自己的戲排到後年，意味着接下來的日子要在不同的角色人生中穿梭，這需要大量的案頭工作、體能訓練以及情感上的儲備，
任何一點分心都可能導致表演上的失準。而公益的持續也早已超越了外界評價的範疇，內化為一種生活習慣，如同吃飯喝水一樣自然，不需要向誰交代，更無需為此立人設。這種專注於事物本身，剝離附加意義的態度，恰恰是他在寒冬中保持步履不停的核心動力。行業越是收縮，競爭越是慘烈，那些浮於表面的泡沫就越容易被戳破，而真正能夠抵禦嚴寒的，永遠是納履的質地與厚度。肖戰以一種近乎執拗的方式，通過一部部作品、一個個角色、一次次磨腥的公益行動，在堆砌足於自己的那堵足夠厚實的圍牆。圍牆之內是他可控的創作領域與精神家園，圍牆之外，無論風雪多大，似乎都已難以撼動他前行的節奏。我們再將視線拉遠，放到整個文化產業的宏闊坐標系中來看，影視寒冬固然帶來了陣痛與蕭條，但也未嘗不是一次強制性的去產能與提質過程。過去資本狂熱時催生的大量懸浮爛俗、粗製濫造的跟風之作正在被市場磨情淘汰，觀眾在經過多年的審美訓練後，口味變得越發挑剔且難以糊弄。在這個大浪淘沙的節點上，像肖戰這樣能夠提前鎖定未來2年優質資源的案例，其實釋放了一個相當積極的信號。行業並未真正沉睡，它只是在換一種方式甦醒。資本並沒有離場，他們只是變得更加聰明、更加謹慎，更願意將籌碼投向那些經過市場驗證且具備長期成長性的績優資產。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他的檔期能排到後年，因為那些手握優質劇本的製作方，寧可耐心等待他的檔期空窗，也不願退而求其次選擇其他可能帶來票房不確定性的演運。這是一種基於長期主義的商業博弈。它意味着影視行業正在衝流量為王的野蠻生長期，緩慢而艱難地過渡到內容為王、演運為核的價值回歸期。而他堅持不斷的公益行為，則像是為這份商業界直穿上的一件軟甲，在增加自身厚重感的同時，也為整個行業提供了一個如何平衡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參考樣本。當越來越多的藝人意識到，單純的炒作與曝光難以擁繫長久的職業生涯，轉而沉下心來打磨作品，回饋社區時，整個行業的生態或許才能真正迎來冰雪消融的春天。這個過程注定是漫長的，也是充滿陣痛的。但每一個像肖戰這樣在寒冬中依然保持有序步伐的個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為這份希望增添一抹微光。他們不必是拯救行業的英雄，也不必成為道德上的完人。他們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分，把戲演好，把人做好，把該承擔的責任承擔起來。這股涓涓細流，終將會聚成改變潮水方向的力量。最後，關於這場漫長的寒冬與個中意象，其實大可不必報以過於極端的情感投射。娛樂圈的波動起伏，本質上是宏觀經濟週期、政策導向與大眾消費心理共同作用下的自然現象。身處其中者，各有各的緣法與際遇。肖戰的戲排到後年也好，公益持續不斷也罷，那終究是他個人選擇與行業規律碰撞出的獨特軌跡，既不必奉若神明，視作對抗焦慮的唯一解藥，也不必貶為異端，看作資源壟斷的罪惡典型。每一個在寒冬中堅守的從業者都值得尊重，無論他是忙碌到無暇喘息，還是在寂靜中等待黎明。對於那些關注此事的目光，或苦更應習得一種理性的距離感，欣賞他人的風景，但不必因此亂了自己的步伐。影視作品的魅力在於它能映照百態人生，而人生的魅力則在於它充滿了不可預知的變數與可能。我們圍觀的這場大戲，不過是漫長歲月中的一個片段，它潰冷，也潰暖，潰有高潮，也潰有低谷。保持一份善意，留得幾分清醒，把評判留給時間，把專注還給自己，既不因他人的順遂而酸澀，也不因暫時的困獨而絕望。在這個瞬息過載的時代，能夠平心靜氣地看待一朵花的綻放與一片葉的凋零，或許才是最難能可貴的修養。願寒冬早退，願耕耘者終有收穫，願所有的等待與付出都能在未來的某一天，以最恰當的方式得到回應。
而我們只需在台下安靜地坐着，好戲開場時鼓掌，散場時從容離去，如此便已是極好的共處方式了。